来做头。金宝贝红西杂后，只该爱上伊该爱叫叫，烦烦你嘛那味走，点错金就大空桥。快乐的世界，快乐的世主，天好天的故事，会你来作伴。金宝贝和西杂后，如果爱上伊个来叫叫，烦烦你嘛那味走，点错金就大空桥。阿公，上一集显讲因的祖先土流太阳，啊，佫有强世子无？当然有咯。就这啊，某这。那么娘子不就生了一后胎子孙？谁晓将日我？阿公，阿公人结婚结求将日强世子。贵人结婚犯前年七强一届世子，父命了就来，贵母下真快捌又夫气，但是好景唔切，上了气症，又因犯骨发骨头酒，连累出事就了解因。状元得出了三郎一家子，得了家舅，吐了太阳做伴娘，佫得了家人做后生，改上了年子，其身三舅郎的事就事业，状元了年子，甲了太阳两家真相爱，结婚犯前年七强一届世子。父命了就来，贵母下真欢喜又夫气。迄人两公姐吼，哇那真打拼啊！结婚头一年一病一届世子出来，爱娘爱风暴算没了。周太兄现真好讲笑咯。快啊快啊！阿姐发现要该侍寝，庄亲内底就因犯骨法，忙见出关七条酒，你们催人求出。难去快啊！阿姐本样现毋是强强，你看侍寝七当啊都骗，创部现同样一骗，爱脱上江上新铺高冲8万娘子哦。毛发现刚刚入去江上，敢无问题？江上如土真面，我真惊，现就要该万字啦。就爱8万做伴，毋惊万字啦。爱要甲照顾，现毋是把心咯。创部，我真毋盼甲现离开啊。本样，我嘛甲现捐款，真毋盼甲现离开啊。毋过未出了家，每阵啊毋签死分开。吼，甲介绍收银啊，毋伫迄要啥？反骨法骨头照，开始一片上了的银啊！若当啊第二届吼，我一天脱甲补屁。因此啊，时间冇做咯，应较紧出发。本样险是把心，我一天要平安进来啊！从不。我要定现进来啊！定现
你早洗好的金蕉，黄洗好，现搁无拍伤，我现忍。托命现去命好，迄命现调色的金蕉，莫搁无拍命爱，听阿公搁讲。自新年烛光，甲我偏柔周百万，良人离开就安眠，脱去强爽，来都比伴侣。百万显较天，无项毋错如何？显嘛了该爱，我做事情显平心啊！爱天土硬得真斟酌，咱就可能无项毋错。切了该显，将要问显，天土提出了硬硬。是啊！快啊！迄山切较紧招好。现人上头照苦了咪。阿公，自新年烛光就死开吗？柔。可怜的自新现量杀得无不解。可怜的自新是在山车受害。我是讲柔死开啊，也是忙死。听我国讲，现七弟。阿公啊，现公所卖分惨，那么害俺嘅事，果然是在山车的受害。呼，阿公改进。你们铁山菜铁盘也上头照嘛？现系不啥？我是铁山菜菜籽背负雷表。钱不怎啊定，希望现并爱两界一条生路嘛。本菜籽一向拢唔留外口，该死啊！无论不啥嘛，每怎啊饲滚因两界。哦，原来是自然中的招叫，甘落铁山菜强空，现是无上头瓦下，苏秀秋琴，那么卖怪爱唔通亲现，夸口整上体甲气脉，山切引进度，官兵战意高强，龙霸上阵。日时难分时让，雷表对双官兵推走，双方果定强硬无疑。
接到天气固定七招，背负叛逆，好，剑芒压热，好。哦，阿公真刺激，要杀将要杀死呢。要杀将要杀死，听我讲，七弟咯。救命哦！救命哦！现形容词的福救命，是免去冲出叛逆哟。唔免去创造叛逆，现爱创步，鬼头该骂死啊！啊，形容词现啊创步同骂现，因为我可见鬼卖个啉酒。过天了真无饭去亲妈爱，搁讲托讲爱骂死，我出强将较紧走出来，鬼满是去小坑款，切切托该骂死啦！哦，真过分！天出要气死人，现身躯熏头，高档的人气好。感谢落力啦！闪，爱啉真太，啉跳太，他妈是爱笨鸟，现人闪开，现实在有恶质，连一个笨鸟也吐干嘛？吐笨鸟迄吐落马晓，现那聪明咯，反冒险学写歌唔晓。老头。我可见现埋插上到现世，现无听过，千干难断家务事啊！较做案，你们无坑款哦，你们打天马打日三报案，现马本样就坏了啊！他打日三，现你该死下子，我去见修理。ฮ็手，嘿嘿不杀，我迄李长亮，现每种干毛讲理，我无天现的恶手皮，干嘛爱无讲理，现侵死。好气飞，利刃骨人让人上马，无鸟左后弹太浅，一手。他这将时候，风无鸟，又过现。冇错，又过爱，风到发火一风一手，我是无所说，无怕无烦的无鸟，望金赚沙钱，爱人拢爱，爱人切谈太浅，生人主。
你早死后，我甲秃鹫，现毋是甲我人讲再见。讲间多托做乜计无样，较紧早走。Yes sir， 较紧扫。我应该去摸生意咯，嘿嘿嘿嘿，现官上到现世，我他妈电视上超过咯，今日电击啊！12岁，天长也无跌落一个人。世金就按时候，输人七招。时候宝贝啊！进去咯，我嘛进去咯。老太啊，安同娘子啊，娘子莫较紧就要死咧，娘子啊！幸运良煞表现真好，我甲幸运鼓励鼓励。我一天不过了做你咋发财后，现应该起得，我嘛不过了报面手该起得。感谢现应该救命之恩。好臭皮好，现也有人救，那么现吃得歹人做开啊，也觉得臭皮。真感谢少年兄一出手相处，那么嘛莫发出心理打败坏人。感谢现，如今不平出手相处，本系就真义心。有良心人该做之事情，现毋是感谢。后生人信守甲品德袂歹哦。感谢现人你该分养人现日有劲么？现在做乜该更爱指表开？小姐现听我讲，讲乜该？我就听我自从讲，现你该小拍面，托长照爱子，个马初送爱自从，现实在真过分，娘招啊！该小姐现误会了，现听我讲，唔是讲，现伊拢坑落啊！我无分开啊！小
亲，求人杀定我妃。我妃日宠我妃，千妃子得我自从临晋太宗发射时火气，我妃李张良强披晒分养，数日出手骑马，求人杀定当作叛人的李张良，同样是对付呢。后日集要是要解国较深实的事情发生呢，强公样廖文虎不妥协，事后金宝贝现七不地。大家好，我是卡秀才。上集的米菜，我收南县的肉，现在是不配当我变火烧。答案是淀粉，唔知现日肉错么？今日我得大家做一介米菜，要介米片硬不错，甜汤个冇生盐，唔甜汤个不甜汤，葱出肥个冇湿，葱出火个唔强烧。菜出现现场，延因后一集将个讲答案再见咯，如啦。一进会使煮唔强食苦，哈哈哈！一进会使煮挑切黑台路，哈哈哈！一进会使煮两晒打鼓，哈哈哈！俩嘿会音真经会功夫，哈！进一步个退一步，爱有几个的故事，进一步个退一步，两支桥行千里路。一进会使煮唔强食苦，哈！